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读诗篇106篇，也是诗篇第4卷的最后一篇。我们已经读完诗篇第3卷，从73篇到89篇有17篇，第4卷从90篇到106篇也有17篇。昨天有提到105篇、106篇都是一首对诗。那情境背景也是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、历代志上第13章、历代志上第16章，就是大卫在迎接约柜的时候所唱的诗班所唱的诗。那这一首诗呢，记载在历代志上的第16章。那在106篇的最后2节被记载在历代志上的当中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。诗篇第106篇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要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煞到永远。啥人会晓讲起上主的大权能？啥人会当完全表明对伊的称赞？所有维护公平、不时实践公义的人，真有福气。上主啊，你恩待你主民的时，求你为记得我；你拯救因的时，求你眷顾我。求你，互我看见你的选民兴旺，互我甲你的国民分享快乐，甲你的子民做伙夸耀。阮甲阮的祖先同款有犯罪，阮偏离正路做歹。阮的祖先伫埃及无明白你所做的奇事，未记得你丰盛的慈爱，反倒伫红海背叛你。毋过主，因为伊的名的缘故，解救因，要显明伊的大权能。伊一个划红海，海就打去；伊带因经过海深的所在，哪得经过大队？伊救因脱离怨恨因的人的手，对对敌的手中解救因，因的对敌拢雨水淹没，连一个都无留地。迄阵，因才信伊的话，才唱歌称赞伊。因真紧就袂记得伊的所做，无听候伊的指示。因伫旷野大大去探约，伫风暴试探上帝。因所求的，伊有互因，毋过嘛互因拢随咱消散。因伫野中怨妒摩西，甲上主圣别的阿伦，对就离开，吞灭大丹、阿末、阿比兰迄群人。有火伫因中间倒起来，火焰烧灭遐个歹人。因伫何烈山做牛仔，打败所住的上。安尼，伊用食草的牛仔上退换上帝的荣光，伊袂记得甲因拯救的上帝。伊捌伫埃及做大代志，伫含会地行奇事，伫红海做通行的事，所以伊讲要甲因消灭。若毋是伊所竞选的摩西徛伫伊面前极力申诉，消除伊的受气，伊已经甲因消灭啦。因看见迄个好的地，毋信伊的话，因伫家己的布边内埋怨，毋听趁上主的话，所以伊对因举手立誓，要互因死伫旷野。互因的子孙死伫外国，四散伫逐所在。因斗阵去拜比尼的巴力，食献互无性命的生命的祭物。因安尼做，惹起伊的受气，就瘟疫伫因中间传染。迄时腓尼哈起来替因排解，瘟疫就煞。这代志，上帝甲伊算做义，对迄时起直到永远。因伫米利巴的水泉边惹上主受气，为着因的缘故，摩西受连累，因为因背叛上帝。直到摩西讲出冲动的话，因无听趁上主的吩咐。无招灭外族的百姓，反倒甲外邦人通婚，学因的所做，好使因的偶像，结果家己跋着陷阱。因将囝、查某囝做祭物献互鬼神，因后无罪的人会会杀家己的囝、查某囝，将因做祭物献互迦南的偶像，迄个地就受到会污染。安尼，因受家己的行为污染，因的所做犯着淫行，所以上主对伊的子民发受气，厌恶伊的产业以色列，伊将因交伫外邦人的手，互怨恨因的人管辖因。因为对敌压制因，因就屈服伫对敌的手下。上主一遍搁一遍解救因，毋过因故意背逆伊，因为家己的罪恶立到对落。伊听着因的哀叫，体贴因的困苦，伊为着因记得伊的约，因为丰盛的慈爱，回心转意，互因得到所有掠因的人的怜悯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拯救阮，对列国带阮转来，互阮通感谢你的圣名，用称赞你做阮上大的欢喜。愿称赞归乎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对永远到永远，愿万民拢讲阿们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今天这首诗篇和昨天的105篇是对诗。那昨天105篇的其实是一本有表明是大卫的诗，那在这边呢并没有清楚的来显，但是因为有出现在历代志上第16章，那也很可能就是在大卫的时代就有这首诗。那但是历代志上16章是引用这首诗的最后2节47和48节。
那昨天有提到105篇都在颂赞上帝在历史上的作为，但106篇呢，则是焦点集中在人的罪、人的悖逆和顽梗。那我们可以从这首诗篇当中，可以看到当时的上帝的子民百姓有10件的罪哦。那这首篇一开始呢，就是哈利路亚，就是要赞美上主。那跟105篇的最后一句哈利路亚是连在一起。很像103、104，103的最后一句，就是104的第一句，那105的最后一句也是106的第一句。那106的第一节呢，和107的第一节是一模一样的。你们要称颂，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哦。好，那就进入到诗篇的第5卷里面去了。好，那这一首诗篇呢，可以分为5个部分。好，那第一个部分是1到3节，讲到诗人呼召人要来赞美神。哈利路亚！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谁能传扬耶和华的大能？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？凡遵守公平、常行公义的，这人有福了。好，那这首诗呢，一开始讲到人应该要称谢，但是讲到人要有福。好，但是呢，他现在倒过来，想为什么人没有称谢，没有福气呢？好，第4节、第5节呢，是这一首诗的一首祷告，算是第2段。这个祷告就祈求上帝能够恩待他的子民，因为他的子民可能没有称谢神，没有传扬神，没有表明神的美德，没有遵守神的公平和公义，以致没有领受神的祝福。第4节说：耶和华，你恩待你百姓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；你拯救他们的时候，求你眷顾我，好使我经历你的选民的福分，享受你国民的喜乐，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。好，4、5节这2节呢，可以看到是一个个人的祷告。好，但是呢，前面是一个团体。好，那前面是你们，这里讲到我，第一人称单数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后面呢都是讲到我们，然后从我们变成他们，好，就是这些的祖先和祖宗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，好，第6到33节，好，就是讲到这些上帝的百姓子民从出埃及一直到旷野的时候，好，他们的罪行、罪愆，他们的失败的记录哦。好，6到33节。好，那我们先分段来看。好，6到12节。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，偏邪行恶。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，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，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。然而他们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，为要彰显他的大能。他斥责红海，海就干了，带领他们走过深海，如走旷野。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之人的手，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。水淹没他们的敌人，没有一个存留。那时他们才信他的话，歌唱赞美他。好，那这里的讲到了他们有2个很大的问题。好，第一个就是他们的祖先呢不明白也不纪念，不明白神的启示，就不纪念神丰盛的慈爱，以至于呢最后呢变成的是第12节，他们整个的行为就是不信，不相信。所以要相信呢，就是要从明白跟纪念开始。但是当以色列百姓不明白、不纪念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活在个不信的当中。反倒第9节、第7节说，反倒行了悖逆，行了悖逆。所以这一段记载呢，在出埃及记的第14章，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的14章看到这一段不信的记载。接下来呢，从13节到18节讲到他们陷入了试探还有嫉妒哦。13节很快的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，不仰望他的指引，反倒在旷野起了贪婪之心。好，这里讲的是他们是指他的祖先，好，然后他是指神，他们祖先忘了神的作为，反倒在旷野起了贪婪之心，在荒地试探神。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神将这些悖逆的祖宗所求的赐给他们，确实他们心灵软弱。昨天的105篇有讲到，他们呼求，就有鹌鹑飞来，就有天上的粮食使他们饱足。但是呢，上帝回应他们的呼求，确实他们心灵软弱。他们在营中嫉妒摩西，在耶和华的圣者亚伦，地就裂开，吞下大丹，掩盖亚比兰一伙的人，有火在他们党中点燃，有火焰烧毁了敌人。这里讲到他们怎么样进入在旷野试探神，就是起了贪婪之心，因为他们忘了神的作为，不仰望神的指引，所以我们会进入试探，就是没有常常思念记得神的作为。
好，没有常常仰望神的指引，我们就有起了贪欲，就会试探。即便我们要一直跟神要，也求好，神也给我们，但是却是我们心灵软弱。这句话呢，意思说神就降下使人受弱的疾病在他们当中啊，好，所以即便他们要吃，可是他们越吃越受弱，越吃越有疾病啊，因为他们是试探神。而不仅是试探神，甚至嫉妒摩西，好，所以这里讲到第四个就是他们嫉妒哦，摩西嫉妒亚伦，所以地就裂开。这一段记载在民数记的第16章啊，好，刚才试探神是在民数记的11章，好，那这个都是在回顾从出埃及到民数记当中，好，那神就在这个大滩亚比兰一火，好，那就有火在他们的这一群叛乱的人的党中，好，结党当中，好，就火焰烧毁了这一批的恶人了。好，那再来是19节，好，到第23节，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，叩拜铸成的像，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，忘了神他们的救主，就是曾在埃及行大事，在寒地行奇事，在红海行可畏之事的那位。因此他说要灭绝他们，若非他所拣选摩西在他面前站在破裂之处，使他的愤怒转消，恐怕他就灭绝他们了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是一个出埃及记32章，好，还有申命记第9章所记载的事件，好，就是他们拜金牛拜偶像，所以他们叩拜这些铸造人手所造的像，好，然后呢忘了神他们的救主，好，那包括神在埃及在韩在红海好所做的事情，所以神要灭绝他们，但若不是摩西好站在破裂之处，就是摩西成为祭司，成为中保，好，在神好前面是神用这个地裂开，好，然后吞吃了大啖，好，现在呢，在出埃及记的32章第10到14节，32到34节，好，讲到神如何跟摩西说，好，要让立摩西的后裔为以色列国，其他的都要来消灭，但是摩西就在那边好苦苦的向神哀求，求神就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来涂掉。所以摩西使神的愤怒转消，好，那他们才能够得救。所以他们第5件拜偶像，第6件呢，他们又藐视那美地哦。好，那24到27节，他们又藐视那美地，不信他的话，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，不听耶和华的声音，所以他向他们起誓，必叫他们倒在旷野，叫他们后裔倒在列国之中，分散在各地。好，那这就讲到他们在旷野的40年啊，就是出来民数记的13到14节，就是12个探子去侦查那地，好，有10个说怨言藐视的话，好，以至于呢，全部的人民的心都融化，都消化。好，所以他们就来怪摩西，就怪亚伦，而上帝就要惩罚他们，让他们要倒在旷野。这一代出埃及的人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，除了约书亚和迦勒以外啊，好，那他们都要倒在旷野当中。好，所以从民数记的13章、14章可以看到他们好藐视神的罪。好，28到31节，他们又与巴利毕尔联合，吃了祭死人的物。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发怒，就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。那时非尼哈起而干预，瘟疫这才止息。那就算为他的义，世世代代直到永远。好，那这段记载是在民数记的25章，讲到呢，他们与巴利毕尔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。好，它应该是外来语，好，它的希伯来文当中意思是一个裂口之主。好，这个裂口呢，好，让我们想到前面23节，摩西站在破裂之处，想到前面的17节，地就裂开啊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好，就是神好心好像裂开一样。好，神呢看到这些的百姓呢，他们没有与神亲近，是与神这个背道而行啊。与神分裂，好，但是呢，他们却远离神，去联合谁呢？联合偶像，好，这个就是去透过祭死人的物呢，好，来跟神来敬拜偶像，惹神发怒，所以就有瘟疫流行。
好，那时候菲尼哈就是亚伦的孙子哦，好，他起来，好，然后杀了这些淫乱的人呢，好，瘟疫才止住，那就算为他，好，这就是菲尼哈的义啊，好，世世代代直到永远，好，大祭司，好，是后裔。那这是第七件，好，与偶像联合。第八件呢，他们又惹神的愤怒啊，好，32、33节，他们在米利巴水又惹耶和华发怒，甚至摩西也因他们的缘故受亏损，是因他们触怒他的灵，摩西就用嘴说了急躁的话。好，所以这件事件呢，是在民数记的20章1到13节。他们又因为水的事件惹神发怒。好，出埃及之后一直不断惹神发怒，连摩西，好，上帝要摩西吩咐磐石出水，摩西却击打，好，然后呢还击打这个磐石2次了。好，所以摩西的大大的发怒呢，好，所以他们呢触怒了神的灵，好，用这个怒气呢，好，让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也愤怒了。甚至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，急躁的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匆促的说，或是欠思考、欠思虑就说出来。好，在箴言12章18节也是用同样的字，好，说话急躁的人。所以摩西也因为这样子被惩罚，不能进迦南地啊。好，那这是第八件，他们惹神愤怒。第九件呢，他们与外邦人相交。好，从34到39节啊。34节，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，反倒与列国相交，学习他们的行为，侍奉他们的偶像，这就成了他们自己的圈套。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，流无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儿女的血，用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，那地就被血玷污了。这样他们被自己所做的玷污了，在行为上犯了淫乱。好，这个相交，好，一直到淫乱，相交意思就是混杂相合。好，那他们呢去跟外邦人，好，这个上帝说要分别为圣，他们却跟外邦人好交往，然后呢行淫。好，那这一段记载呢，好，出现在出埃及记的23章、出埃及记的34章、申命记的第7章。好，把自己的儿女呢祭祀魔鬼。好，在列王记下的16章、列王记下的23章、耶利米书的19章。好，流自己儿女的血来祭祀迦南的偶像，效法学迦南人好敬拜的这些的风俗。好，那这一些呢，就让自己所做的都被玷污，好，也犯了淫乱，好，就是相交，就是灵里面与偶像相交，肉体上也与外邦人相交，好，甚至把自己的儿女金火献给摩洛，好，等等的，好，都是惹神的愤怒，好，因为利未记18章21节神就吩咐，好，不能够与外邦人相交，也不能够效法外邦人所做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，从前面好，那一直到呃，到这里呢，讲到了这些他们在从出埃及，在旷野，甚至进入迦南地之后呢，好，从34节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，仍然的失败，仍然的悖逆，仍然得罪神。好，那第10件事情就是他们的悖逆神啊，从40节到46节。40节，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，他憎恶自己的产业，将他们交在外邦人手里。恨他们人就辖制他们，他们的仇敌欺压他们，他们就伏在敌人手下。神屡次搭救他们，他们却图谋悖逆，就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。然而神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，就眷顾他们的急难，为了他们，神纪念自己的约，照神丰盛的慈爱改变心意，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悯了。好，那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呢，好，就是神的怒气不断的发作。好，神本来是不轻易发怒的，但是为了这群百姓，神一直在发怒。好，神一直在好像是失去理智。好，其实神没有失去理智。好，神的目的还是在的。好，什么目的呢？跟我们昨天读的105篇一样。昨天读的105篇呢，好，神为什么要这么千辛万苦的带他们要他带领他们一直进入到迦南地？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。那这一段也让我们看到，神即便发怒，把他们交给仇敌，把他们交给敌人，把他们交在这个敌人的手下。好，神一次的救他们，好，包括进入到士师记当中，甚至让他们因为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。好，这个卑下都可能是一个被掳的时期，好，这是被列国掳去。然而44节，神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，就眷顾他们的急难，为了他们自己。
神为了纪念自己的约啊，好，所以45节好跟昨天的105篇一样，神这么样子的不厌其烦，一次又一次的，都是因为神早就与亚伯拉罕立约，所以神照他丰盛的慈爱改变心意啊。好，那这个旧的和本翻成后悔，好，那新的和修本翻成改变心意，好，那现在中文、现在台语都翻成回心转意。好，那意思就是说呢，神觉得遗憾，神呢觉得惋惜，神呢就没有继续的在他的怒气当中来灭绝他们，反而使他们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悯了。好，所以讲到被掳归回。好，所以有可能这首106篇呢，好，已经是在大卫之后，好几百年，已经被掳甚至归回之后，好才出现的诗啊。因为这首诗篇好没有作者，好，那是一个团体求告诗，是一个信仰的群体，好，那他们的一个信仰的反省和检讨。那可以看到他们经历的这个十样的事情，好，十样的罪，从不明白，到不信，到试探，到嫉妒，到叩拜，到藐视，到联合，到忍怒，到相交，到整个就是悖逆。好，但是神一次一次的又原谅、接纳、饶恕、怜悯他们。最后2节就是在历代志上出现的历代志上16章出现的这2节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求你拯救我们，从列国中召集我们，我们好颂扬你的圣名，以赞美你为夸胜。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愿全体百姓都说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好，那47节呢？好，又回到了我们如果还有印象的话，好，这一首诗106篇开始讲到你们要称谢，然后4、5节说求你眷顾我，第一人称单数。从第6节开始是我们，好，然后呢第8节之后都是他们，就是这些的祖先，好，然后呢一直又回到47节，又回到了我们，好，4个我们。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求你拯救我们，在列国中召集我们，我们好颂扬你的圣名，以赞美你为夸胜。好，所以从列国中召集我们，意思好像是这一群的百姓已经被神分散到各国去了。不管是北国以色列，或是南国犹大，好，他们好像已经是被分散，但是呢，在这里隐约可以让我们读出有这个被掳归回，好，所以他们又求神来拯救，好，能够拯救才能够继续的颂扬你的圣名，赞美神，好，所以这也是回应前面的103、104、105，好，为什么要颂扬？好，颂扬神的创造，好，颂扬神的作为，还有颂扬神的拯救。好，那即便他们在悖逆当中，还有颂扬神的慈爱和怜悯。48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好，所以回到一开始的第1节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好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好，所以在这整个人的信仰群体的悖逆的这个悖逆的故事，好，完梗当中呢，但是最后还是回到赞美，好，就是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再改变的事情，好，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羞耻和羞辱，好，是一个信仰上的软弱和跌倒，但是最后上帝的慈爱也能够使这一切的羞愧，这一切的羞辱，好，能够来荣耀神，来赞美神，因为这有神奇妙的作为。而愿全体百姓都说阿们，好，阿们的意思就是真正的、确实的，好，那有的说诚心所意。阿们这个字在旧约总共出现30次，好，那在诗篇30次里面有7次是出现在诗篇，这7次呢都是在卷1，好，诗篇的第1卷、第2卷、第3卷、第4卷的最后一节，好，所以41篇的13节、72篇的18到19节、89篇的52节、106篇的48节，好，那这4卷呢出现了7次的阿们了，所以是一个向神的祈求和感谢，所以106篇前面4、5节求神拯救，好，那47、48节呢向神祈求也感谢神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更加的身临其境，好，因为昨天的105篇是看到神的大有能力，好，那104篇呢是看到神，好，在透过6天的创造，好，那103篇呢是歌颂神的慈爱，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，他有5个恩典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医治我们一切的病，救赎我们脱离死亡，以仁爱怜悯为我们的冠冕，用美好的一切使我们得以满足。
那这首诗篇呢，好，真的是能够连接起来。好，虽然每一个诗篇好都有它的特色，但是希望透过我们在这几天好每一天的介绍当中，能够让我们对每首诗篇好能够好好的来欣赏，能够好好的来聆听，好，也能够好好的去揣摩，好，在这些诗人当中，好，他们与神当中的关系和心意啊，也让我们知道，好，这些罪我们都有可能会落入在这样的试探当中，来表示神嫉妒人，或是去叩拜偶像，或者因为不明白、不纪念上帝的慈爱和作为，就很容易让我们走偏的路。盼望我们能够再次从诗篇智慧树当中得到智慧，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持续来荣耀神。好，也感谢大家，在这34天，我们读了卷3，还有卷4。那也愿这些每首诗篇都能够从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颂赞、美好的祈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亲爱的神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神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。你让我们透过诗篇能够与你更加的亲近，透过诗篇，让我们可以学习用各样的方式来称颂你、来赞美你、来向你献上祷告。即便我们何等的软弱，即便我们会常常的跌倒、犯罪、顽梗、悖逆，但是神，你依然大有能力。神，你用你各样的方式，能够使你的百姓子民能够回转归向你。愿你的话语再次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每一天来抓住你。也愿每首诗篇都能够从我们生命当中的赞美，也能够从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，还有见证，能够更加的荣耀你，来称颂你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向你献上赞美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谢谢大家，愿神祝福大家平安。